最热烈的掌声为预备团鼓励加油，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哇，今天预备团勇气可嘉，真的非常的有进步，很厉害。那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预备团的演出。好，苏同学，你一定没想到我会问你话，对不对？来问一下，你今天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你觉得这一团预备团，你今天拉将感觉你打几分？身为首席
1到10分几分？10分，很棒，有自信。好，那我们谢谢预备团的演出。好，请回座，谢谢。那很快的就到我们第2阶段的抽奖了，这次也是抽15个。